来看高雄为世界附近有一个粪扫山，发现讲是台南的业者去偷盗的。昨午田寮又搁发现讲又搁互偷盗粪扫咯。检查嘛发现讲嘛是台南的粪扫，应该是同一个集团来拼的。检方嘛已经查到高雄甲台南3间公司，搁有1间地行，嘛传唤被告来说明哦。这相关嘛拢已经互羁押禁见咯。怪手将粪扫业就车高雄田寮高41线道山坡地，19半暝传出被偷盗大量粪扫，差不多5公尺深。环保局找机构甲清洁人员规暝清掉13车处。民众他经过可能就是跟我们说，因为我们现在其实我们都已经启动那个里长、里民。全民在一起，在一个帮忙我们寻找。较困难啦，伊一个野外所在，你我都去个了3个半暝，你该倒你嘛唔知啊。29偷渡地点粪扫已经清还，暗过抽藏1万具零散的粪扫。经过环保局破地检查，发现粪扫甲17烟灶偷渡和共款是为台南来，可能是同一集团做的。后代检查发现产源是台南的垃圾，那研判为同一犯罪集团所为。环保局已主动立即调派人力积聚漏液来清理。那今日在上午再加派人力进行检视。因此，外世界2个山坡地17只野厝，互台南清分业者偷盗大量家用粪扫，不到1礼拜，都发现走去离4.1公里的一个田寮山坡地偷渡，3个粪扫超过数百吨。高雄市府甲检方顺线已经锁定相关涉案的人员。检方跟警方都已经掌握特定的犯罪对象，一个都跑不掉。检方19、20台南高雄搜查涉案的3间公司甲1间地行，有提传唤申诉嫌犯等真侪名被告，查扣同行拖车等。经过检方审问了后，认定申诉嫌犯涉犯废弃物清理法组织犯罪条例等罪嫌，向犯人申请加禁见核准，搁扩大侦办当中。记者综合报道。